两个拢是真正的大美女呢。哇，恁伫恁的庄仔头是毋是足出名？恁两个出去尔，拢大家围我来安尼。咱拢讲阮是干妈咪小姐。哦，恁是客人吗？咱那迄客家人。哦，客家人，伊遐讲客话。我讲客家啊，话。我讲客家话。冻酱啊，冻酱的啊，细妹冻酱的。谢谢。少少啦。我根本是麻麻地啊。咱讲的细妹啊，应该是冻痛的。冻痛啊，都会痛啊。唔是痛，迄是痛啦。痛是欢喜安尼啦。嘿啦，我做欢喜做痛的。对。啊，客语的咱的这个tomato，就是咱干嘛要安怎讲？咖拉咩？咖拉咩啊！咖拉咩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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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拉咩啊！咖拉咩，就是加了蜜的那个番茄状态，所以就是咖拉咩。那它其实最通用的讲法就是 tomato，tomato 就是外来语翻过来。是。一般是咱看到这款玉里的这个 tomato 哦，就是这款的干嘛蜜啊，拢是红色较侪。这款黄色的，这是干嘛色？干嘛色的较少。这个品种叫做丁蜜香啦吼。丁蜜香。我们中文就讲它是橙蜜香番茄。哦。伊是美容的代表性作物。